好，今次又係一個啦 SEO 我哋嘅實際成功例子。咁究竟啦，我哋點樣透過 SEO 技術啦，幫唔同類型嘅客人點樣用一啲叫做內容同埋 SEO 嘅網站優化技術啦，透過 on-site 同埋 off-site 啦，提升佢嘅網站排名。咁呢度有個實際嘅案例啦，嗱，大家見到啦，喺星期一11月6號嘅時間啦，我哋就幫客人啦發布咗一啲啦，叫做有關於長者裝修津貼啊、強制驗窗計劃啊、政府裝修津貼啊呢類咁樣嘅字眼啦。好啦，咁大家見到啦，當用戶發布咗呢啲字眼之後啦，究竟我哋點樣透過呢啲字眼幫客戶攞到一啲叫做更多嘅客戶查詢啊，或者從而攞多啲生意啦。咁一個實際嘅例子啦，星期一嘅時間，當然啦，我哋唔係星期一發布啦，大家見到啦，11月13號開始做一啲內文嘅發布，而家畫面上所見係11月19號。咁啦，我哋而家啦，客戶啦就選用咗我哋一個啦叫做 SEO 嘅優化計劃，講緊啦。佢係唔需要繳交任何費用嘅，成功排到上 Google 嘅首頁，佢先需要俾錢。咁而我哋嘅服務啦，就會有一個啦實時嘅 report，大家可以見到啦。到時啦，而家個 position，譬如話排第3嘅清拆簷篷，咁到時啦，我哋就可以開一個 private window 啦，或者係用 Google 嘅後台去 check。咁譬如話清拆簷篷呢個字眼嘅。咁我哋去翻 Google 裏邊做翻個搜索啦。咁大家見到啦，上面有一啲叫贊助結果啦。好啦，嗱，好似見到啦，我哋嘅客人力高工程啦，成功排咗喺第一頁。咁佢只需要啦俾呢個關鍵字嘅收費，OK， 非常之合理嘅。另外啦，如畫面頭先上面所見到啦，咁其實佢除咗呢個之外，譬如話原本裝修津貼計劃呢啲字眼根本佢就唔出現喺 Google 嘅，而家見唔見到有個加7921，即係話喺裝修津貼而家呢個計劃裏邊，嗱，無痕視窗嘅意思咧，即係話冇任何嘅搜索記錄嘅，即係話任何人普羅大眾都係咁樣噶啦。咁我哋啦，你見到啦 Carousel 嘅圖片搜索排得高啦，跟住頁數嗰方面。咁我哋做嘅話啦，唔單止淨係網站優化嘅，亦都會有一啲叫多途徑嘅優化，都會幫客人一次過做晒嘅。Okay. 好啦，因為始終都第20幾頁啦，可能後少少啦。對唔住啊，頭先係呢個係清拆簷篷，我應該攞翻個裝修津貼計劃，因為清拆簷篷應該係排得高嘅。好啦，大家見到啦，如畫面上面所見啦，咁客人啦，我哋已經幫佢成功啦 rank 到上去啦 Google 嘅前置頁數噶啦。咁 Google 嘅頁數啦，究竟出咗去咩位置啦？大家畫面上面都可以見到噶啦。佢成功 rank 到個位置啦，就會係第3頁嘅前置部分。而講緊呢個部分咧，其實就唔係一次噶喎。OK， 即係話唔係話淨係第3頁咁少嘅位置，並不是嘅。OK， 咁join 咗我哋嘅服務計劃啦，就算你排到第2頁、第3頁都好啦，其實你都係唔使俾錢我哋嘅。OK， 喺咩情況底下先需要俾錢我哋咧？就係話，當我哋幫你好似力高工程咁樣排到裝修津貼計劃 ，OK， 人哋一打第1頁出現你哋個網站，你先需要俾錢，否則的話都係唔需要俾錢嘅。好，
呢個就係我哋個服務介紹。